来旅游的还是在这边工作？工作，人都那也不止。但是菲律宾你们国家对中国有点不太友好了，对，是吧？是的。一般中文一般都能听懂吧？妈妈，也可以。说到妈妈红，那就中文就蛮不错的。说这样真的不错，咱们的那种唯一的菲律宾国家跟中国关系不好的是个人，还是跟啥的？那是国家的问题，跟我们升斗小民没关系，是吧？跟我们平民老百姓没什么。这是政治上的原因。别让我参过军的，我就不高兴了。当兵我就不多。你当过兵的是吧？当兵人都信仰一句话：犯我中华的顺眼之外。这就要裂开了。是我前天晚上没，我想来，或者没时间来，有点痒。没抓到撕开了。您别小看这咸盐，算不上什么好东西，可是不准随便买卖呀。哦，这我知道。严法规制，食盐必须要由官府指定的商家出产。是啊，所以现在有4家大因为这个原因，官府6万你都给他3万。送年了。